明仔载立法院特别选院长咯，民众党团早起开记者会，宣布会推出黄珊珊来选院长，讲是要解决拿力对抗的局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表示祝福，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民众党八席拢投予黄珊珊，等于是保送韩国瑜去做院长。我将要代表台湾民众党参选本届的立法院院长，这不只是走自己的路。 更是要带领台湾社会走向公民主义的新路。特别选出立法院正副院长，关键少数民众党伫投票的前一天，召开记者会公布投票的意向。多数拿力候选人拢有拜会寻求支持。民众党将期尾决定家己推出人选，由黄珊珊竞争立法院长，八席委员全部支持。第一轮的投票若无法度顺利选成院长，那安尼民众党的委员都未参与第二轮的投票。 台湾蓝绿两极对抗的局面，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小党来当立法院的院长，其实也是一个解决目前台湾政治困境的一个方法。民众党团总召集人魏国昌表示，明仔中昼会开会讨论，若有必要，嘛会推出副院长的人选。对民众党的决定，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鲍坤基表示祝福，期待未来会当全力合作。小草不怕风不怕雨，我们更用更宽广的心情。 民众党全面的来合作，更希望明天的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龙头选举能够顺利的由在野党来出任。鲍坤基透早接受专访的时阵，嘛向民众党要求，表示调位的席次嘛拢有可能合作，不过同款提出善意的尤锡坤，要连任院长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尊重啊，我们的尊重，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我自己就保送韩国瑜，这票算得这么清楚啊，要算数都不会。 小学生都看得懂啊！韩国当所有的话，你用电脑看就好了。然后呢，新一已经不是新一，不要再演了。面对民众党家己推出人选，民进党总召集人郭建明讲，真正早就看破因是咧压关声量，所以应该思考安怎建立新的国会。若敢有可能灌票给黄珊珊，郭建明嘛强调讲这是无可能。民进党未失去立场甲原则。记者综合报道。